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6章，當背起十字架。耶穌問門徒：人說我是誰？彼得回答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耶穌說：西門巴約拿，你有福了，我要將天國的鑰匙給你。從此耶穌指示門徒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，受許多苦，被殺，第3日復活。彼得對他說：主啊，萬不可如此。耶穌說：撒旦，退我後邊去。耶穌又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